本人速看客家娘路考验，2012年新闻，客家委員會8月19號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辦理113學年客語結合12年國教高聽課程優良教案編寫成果發表會，並由客委會主任委員顧秀惠親身頒獎，感謝所有參加嘅學教勞教職人員一路作伴，支持客委會推動客家語言文化嘅傳承。顧主委表示，客委會喺學教推廣教育方面有幾項部分，比如講客語生活學教計劃，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，運用客語做教師教學語言，拆大實行對幼稚園到國中、高中因素刺激嘅客語溝通環境。顧主委提到，今年總共有44隻學教得獎，其中8隻學教得到特優，15隻學教得到優等，22隻學教得到熱切，70豐富實行經驗老成果。台北、新北也都唔係客莊地區，沒有先生熱心參加，本行較多成員呢，透過課程認識客家文化，打開行較開放多年嘅學習環境。以上係客家苗路學院嘅報道。接下來會教大家基本語嘅語言一項語就是學教，羅台去學教讀書，羅台去學教讀書，唔學會忙啊，下禮拜爭來了。